读超过一半，400几个啊。跳年的清明，明主叹休困日，好天好天。招方向去五环西路找地主，卖上车进前，方向讲：我来去买一点仔盘抢，免遐费去啦。因厝也无囡仔，空手去人兜有较实礼，嘛是加减爱买才对啊。厝长较巧气啊，地主是邻家查某尔，早就毋是英国厝长娘、厝长夫人，免对伊较好咧。这个是安怎讲？人知人情知啦，人亡人情亡啦。民主阁煞话讲，以前地主就撇开老母甲邻居的苦海，雕工无经食，就嫁互爷做后手。袂输请一个观察软一过的老翁，第一家欢，第一家欢哦，这个欢是啥物货？唔知我有当啊，伊若纯粹只用字不哩济，我拢无真理解，无真了解安尼，因为毕竟无迄个生活经验，所以有当阵啊，就看无落来，毋知迄是啥，所以讲啥？你加欢吼，伊也无得罪着你，较会安尼讲口说咧，讲较歹听咧。地主迄块果伫面床顶拢无冲着，就晓摆10桶年。但伊即阵敢有钱？伊即阵敢有摕钱去设烟头？咱就毋知。上无甲咱平起平坐，上无甲咱平起平坐，生成是袂阁笑着啊！敢爱像因一仔安尼甲铺坦？你较会低度面讲变就变，串讲的无一句是好话啊！你当做甲一个骹哨兵啊，捌啥？民主小看变面，随阁讲，这是伫现主时社会要看活过日上根本的故事。甲变面，甲变面，甲变面，哪有坎坷的？方向只是面大落来讲，念咪你家己去就好，我无要去。讲煞就行为斜对面的柑仔店遐，应该是要买粉的款。你也毋是查某子，较会遐贤使错。民主伫脚脚后，搁咧讲，有才调你就莫回来。恁祖嘛毋甲你困，毋互你坏。我是讲坏。恁祖嘛毋甲你困，毋互你看，看你会当挡偌久。方向早就对民主真袂爽，想要捡空来甲伊玩一界。等路是炸药的火色，甲点无倒起来尔。两公仔子头一摆起冤家，两公仔子头一摆起冤家，为着面底皮就做到底啊，拢无咧烧牛。料袂到即摆是因两个有翁，料袂到即摆就是因两个有翁仔某名，无翁仔某行会起因啦。所以这真正是红歹料想啦，总是无法度。伫个人一家代，这真歹阁讲诶。好，我哋时间到就转来读咱诶1984。开花结籽的讲时，按下开花结籽。1984李之乐，我掉咧。李之乐，伊嘛差不多一半，所以因为因就咧讲淡仔落跳，嘛毋是固定诶代志。我讲迄种社会可能就是
我就是等下什么，我俩没有明天，今仔日有通我外送就外送啊，免想伤济。李志乐，总算来啊，期待信息来啊，伊规世人，伊感觉拢在等这件代志发生。伊伫真理部内，伊伫真理部内的长巷路咧行，拄好我进前酒里啊掖纸条啊，互伊迄搭，发觉有人行伫伊后壁，体格比伊较大，毋知是谁会来者，轻轻啊扫声，分明是讲话的征兆。Winston 虽动咧滑头，是 O'Brien， 因总算面对面啊，因总算面对面啊。Winston 为伊的冲动选啊，像是想要选，伊心中跳甲足厉害，强要袂晓讲话。O'Brien 无停脚，一只手优先看伫 Winston 的手骨节啊，两人就同齐行。O'Brien 开喙，用迄款显出伊甲多数雷东部成员拢无共的特殊好礼款。这个特殊好礼款 ，Inner Party Members。所以这个是 O'Brien. He began speaking with the particular grave curiosity that differentiated him 哦，一个真厉害的词，我袂晓。differentiated him from the majority of the inner party members。对啦，刚刚是安尼。我伫希望有机会甲你讲话。伊讲，顶日我有读你刊伫《时报》一篇文章，你对新港真有考究。我想的敢对 ？Winston 有较回信啊，无啥考究啦。伊讲，我是外行人，迄毋是我有识的主题，我拢有捌参与新港的实际建构课程，建构工课。就是咧起造一个用上少字数的社会嘛，伫用这种方式伫咧限制，也是缩小人民的迄种思想的理路安尼。即坦白讲是足歹做会到的。伊继续讲啦吼，毋过你写得真雅，O'Brien讲啊，这毋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最近我有含你一个朋友讨论，伊确实是专家，伊的名我一时想袂起来。Winston 心内阁一阵加滚疼，这就是咧讲 sign 无别款可能。毋过 sign 毋那是死啊，伊防废杀啊，伊是无人。讲到伊，互人听得出来是有生命危险的代志。O'Brien 即句定就是一个准意的信号，一个暗号，安尼分享一个小小的思想罪行为，就甲两人靠做共犯啊。因本地沿航路运运啊行 ，O'Brien 煞停落来，敲一个鼻仔顶的目镜，手势就像伊在来遐尼奇妙佮亲切，互人袂方便。伊继续讲。我想要讲，伫你的文章内底，我有注意到你有用到两个替时的字词，毋过迄是最近才过时的。你敢捌看过第10版的《成功书店》吗？毋捌。Winston 讲，我想讲，迄还未出版。阮伫记录书还阁咧用第9版。我想第10版还阁爱几啊个日才会发行。毋过，有大先印少数量咧传阅名，我遐就一本。凡是你有兴趣味，要看一下。我真有趣味。Winston 虽了解意思，有一寡新发展正经巧，甲同事减少。我想这是会吸引你的部分。我想看卖，我找人甲书店摕互你，好无？是讲这款代志，我特别都袂记得。也是你若方便的时，会当来阮兜摕。等下，我互你我的地址。因徛伫千里毛头前，啥年来啊？李志乐遮尔短哦。
好啦，安尼我搁读一段，3年你若有对着，可能你会再甲字，伊字只总来强啊，死啊尔尔，伊就咧讲含 Oberyn 和 Winston 见面的代志啊，191啊。因徛伫千里无头前 ，Oberyn 无甲伊专心，两个落地啊懵懵咧，摕一本皮封面的小笔记簿啊，甲一支金的墨水笔出来。千里无静静伫顶悬，另外迄头咧监视的人会当清楚看到伊写啥。伊老草写一个地址，迄页立落来，摕互 Winston。好，准点嘛来啊！安尼，Sunny 互你先读，看你读做读少，因为你字读倒倒安尼尔。你会使较大声咧无？有，比对啊较大声，嘿。搁细声去啊！Oberyn， 我是甲伊读 Oberyn 啦，反正因的拼写法拢甲伊当做 B R Y A N， 啊伊个 B R I E N， 反正咱的台语嘛有啊 ，I A N 变 I E N， 啊搁变 E N 啦，啊所以即种的字，反正我是一个外国人，我就凊彩学袂读啊，我拢甲伊读做 B R Y A N B R Y E N B R I E N， 反正拢迄种读法就好啊。啊你要，反正无差啦，我感觉，反正这是外国名，我感觉我个人无咧要伊。好，感谢后壁佫一段，毋知读到遮，大家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因为你知道，我嘛真正发觉，倒倒会死啊，尔，还是准备要继续读落去，再来看觅倒倒会即死啊有啥物想法看法？191啊，上尾一段，有无敢有对着？无听声音，敢是麦克无开，还是还未对着？保定是明仔载，保定我较久咧，伊无确定。即马所发生诶，只不过是几若年前就启动诶一个过程一个事件。头一步是一个秘密，为自主诶念头；第二步是开始写入去，以身为想法进行到严肃。即马佫为严肃到行动，上尾一步就是如史爱波啊，伊接受结局带着包含着牺牲、两
当中，我这真恐怖，也是较真确来讲，那像生气着死亡的滋味，那像较无遐尼活力啊，愿意愿意也通咧合。哇，迄是 TNG 尔呢，迄是 TNG 呢。愿意也通。要长咧含 Aubrey 讲话，即个我大部分是读要啦，要安怎嘛？啊，当然有元的音嘛，即个有 IAU， 有 IA， 爱嘛 IU 的音嘛，啊 IA 是算 IAU 的算新南音吧？伊也有伫咧无？伊也有伫咧无？安尼啊？啊，当然也有，嘛是讲有元阁有伫咧。可能肯定词会安尼讲嘛，有元，迄歌词足侪拢会用有元即个词嘛，啊，所以即个我会记得至少有3音吧，歹势你继续。哦，对，佫有一个是敢有 R 音，我无确定，我会记得是 IAU 吧，我无确定，歹势你继续。我第是后壁是当咧讲嘛，啊，即个是有元嘛，对无？有元有元敢会是合喙音转变腰啊？我无确定。歹势你继续。当咧合我对讲话，愈想着对方话语的意义，一阵加愈顺，就已经接管伊的身躯，伊感觉当咧打入状况，感受着内底的湿气。不过，这无差无偌，这差无偌济，因为伊早就知影，蒙伫遐咧等伊。好，感谢，这是目前可能上底吧，二至六敢若4啊，啊，我拄则是可能，我嘛读抄一两条叫即个部分遮尔短哦，就是咧简单交代 Winston 含即个 Oberyn 见面的一个情景啊。当然，我著讲即个啥？为什么我会推荐？我敢有今仔有答啊？推荐看迄个台湾必学即个戏剧嘛，是讲，因为伫迄种情景之下，大家拢咧利用别人，大家拢伫咧惊别人，杀了机会就要甲对伊有威胁，还是反正就是拢互相利用就对啊。所以我感觉，为啥我会去推荐台湾必学即个戏出？有一个原因嘛是，迄种情景就是，咩讲足互相利用、互相交结、互相陷害、互相安那，就是无都互相帮衬就对啊。当然，就算讲帮衬，迄有当阵嘛是，那小林因为利益的关系，才伫咧一时身quyền激动安尼尔啦。所以，毋知呢，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台湾即大家你有读到的部分有啥物想法看法？好，台湾必学即个戏出是，敢2004的款吧，台视的一个戏剧，敢若总共60集啊。即两天我看到敢若31的款，伊敢28集开始就甲本正伫景尾遐，即马有做国家人权博物馆，景尾遐也是啥物保安处，也是啥物的，遐就是拢甲伊送去到火烧岛，即马当然讲这绿岛嘛，拢送去火烧岛遐去集中就对啊。迄嘛是迄个背景，就是美国开始关心台湾遮人权啥有诶无诶嘛。因遐中国国民党就惊伊别康的是安怎，就紧甲人拢送上对遐去啊。所以因迄就是乱七八糟诶嘛。甲进即个迄个啥 ，Winston 咧含 Oberyn 见面诶即种状况，紧张甲惊去用安怎都安怎诶这，嘛不了压力就对啦。我毋知咱台顶诶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安尼，
或者个会使继续读啦吼。因为26就敢若交代，目前看的可能是敢若即段即节算上底啊，无敢若无搁较底，我印象中啊，所以愈底的番薯就表示讲，迄个角色不哩重要。番薯读到后壁的时阵，我来插一个迄个啥机标哦 ，TAG 哦。有当阵我毋知各位朋友伫处理你的记忆，你安怎处理无啥？就讲有种方法是啥？插一个 tag 遐 ，TAG 哦，当然迄个插毋是无一定是具体物理性的插法啦，是一个或者啥做记号的插法啦。离子录是上底一个。安尼，咱继续来读离子7啦吼。我可能因为后壁有一寡对话，所以我可能甲193页才读完。然后，这3年读，才换准直读啦吼。大家的朋友就罔听。来193页离子7 ，Winston 精神目眶全泪，酒里的人酒咧，平伫伊身躯边，爱困，闹一句声，大概是安怎晓？我望着 Winston 才开喙随动，伤复杂，学伫转换做语言。梦本身以外，阁有甲梦相牵连的一段记忆。伫醒后迄几秒，才收入伊的心肝。伊阁体转去，目睭闭咧，人悠然浸伫梦的气氛内底。即个梦拢空，即个梦弄空，阁明白，伊的一生伫面头前天开，敢若热天雨雨，敢若热天雨后黄昏的光景，一切拢发生伫迄粒玻璃纸地内底。只不过玻璃表面是天的圆顶，下底互澄清柔软的光淹满，亲甲通看到无底之远。即个梦嘛包含伫因阿母的一个手势内底，甚至会使讲梦的重点就是迄个手势。同款的手势，伊30年后伫一支新闻影片内底阁看到，迄个犹太查某人揽伊的细汉囝，想要替囡仔炸庆子，一直到直升机甲因拢炸出去。你敢知 ？Winston 讲，自早以来，我拢认为阮阿母是我刣死的，所以这个就讲，因迄种，有一寡人或者组织人，伊是用惊吓、使人惊吓来控制所有的人就对啊。啊，所以迄种独裁国家或者是专制国家，就是拢会来即招嘛。过去白色恐怖时代，中国国民党就是安尼咧管制台湾人嘛。当然，因为咱遐前辈就是有教育的人毋惊死，存世界病，所以照都行到现主时嘛。若准讲迄个时阵毋惊死的人减一半，安尼可能现主时的台湾就无像进遮尔好势啊。啊，当然这有当中就是历史是无迄个假设啊，讲若准讲安怎拄安怎，一直到呾，阁有一寡人一直在咧靠背嘛，靠背讲啥物蒋介石若无来台湾早就叫共产党入侵啊嘛。也毋过有当阵啊，以目前所在的客观事实来讲，若毋是美国人坐客轮车开船载中国国民党来，共产党也无才调通来啦。所以台湾人到目前即个命运嘛，算是安怎讲？台湾人的苦难吧。表面上来讲，我无确定。好，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你拄则讲的，我嘛想着。我即摆声音敢有够大声？即摆 OK， 比拄则个人加足大声啊，请讲。好，就是有人来啊，就是即摆吼，这个俄罗斯啊吼，伊小镇伊本来足强的，听讲即摆吼，伊阁有规定哦，这就是军队规定讲吼，你去乌克兰吼小镇吼，你袂当食人，因为因吼拢无欠食，啊，甲伊的这个同胞吼同袍拢甲伊抬来食，
啊，毋过若有客人伊当时时伊诶意思就是无讲我着投行，命运真正会无共款，有影就是有时阵是一个相车路口。咱意识会讲咱足惊死诶，甲讲咱来反抗，有影这3年5年了后，这就想讲迄个时阵诶香港，伊无讲要脱离这个中国甲英国，因拢无这个意识，就是相车路口因行毋着路，我就是下靠一个以上。好，感谢Sunny甲咱分享，因为迄当时啊，就是2月2日是冲入去了，敢若第一天、第二天，欧洲的其他国家嘛是叫 Zelensky 投降啊，正做一流亡政府先离开才去讲嘛，要毋过 Zelensky 无接受嘛，所以无接受了后，才到现主是这个状况。当然，乌克兰伊嘛是有因的问题啦。头前1、2年的时阵，咱的台湾人会感觉讲，咱是甲乌克兰徛做伙，要毋过实际上，乌克兰这个国家其实伊有伊的利益啦，总是离咱遮尔远的时阵，咱有当初真歹去做要支持无爱支持遮尔简单的判断啦，因为莫讲国际局势，人甲人之间嘛无永远讲就一定是默契啊是安怎的，所以最近咱台湾拄着遮个状况嘛是有当阵啊，你讲要靠别人。完全无靠是，我那嘛徛袂起。要毋过，你一开始的时阵嘛是家己爱先有迄个气势，爱先出嘛。你若家己无爱帮衬，你家己别人要安怎甲你帮衬嘛？大概是安尼吧。好来，由你嘛来啊！阮读到193页，因为理智6竟然真系第4安尼咧，所以就直接进入理智4安尼，或理智7。所以3年话你读194页。你是安怎甲伊开始？声音敢有够大？即摆会使真好，真清楚。好，酒念也在含流，我无加台，毋是正经动手加台。你梦中，你还会记得眼中阿母最后的形影，刷落来，当底真想的迄捆啊，相关的规罐小事拢转来啊！第未来，伊一定是有条工甲即个记忆撒出去意识外口，伊无确定日期，毋过迄当时伊应该上无有10岁啊，拍算是12岁，因阿爸搁较进前就消失啦。是偌久的进前，伊嘛袂记得。伊记较清楚的是迄时阵家吵不安的情绪，不时地惊空隙，爱走去地下铁站里，地下铁站啊！地下铁站里，四界拢是装甲配，我家有打好理解的故事。新群的少年人穿同时的鞋子，通点外口排队等。这是远斗，进入对，这远斗对。远斗有一边的机关信箱。哇，声音可能要用一尊的哦。一尊是用一尊。我毋知原条尊是第5条，7尊。尊是第7条啊，所以一尊。一尊的机关信箱，上主要的是永远就无到遮，伊会记得和其他的查甫囡仔做伙，为下晡在顺粉米汤甲粉做堆。
因高丽菜甲和马铃薯皮，有时啊甚至是臭腐的，即是芳皮，因着细腻甲顶头的涂粉糊毁掉，因阁会走固定路线，再饲料会较车顶保无病会拗路边心跳，无定着落一寡自油泡啊落来，会自油泡啊落来，好，睇到遮。我迄个第一条煎啊，煎油泡啊落来啊，自油泡啊落来。好，感谢。我的鼻音煎，可能你的恩甲恩酒当时也抓袂准啊你。我即摆注意。好，感谢。毋知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伊迄个高丽菜架，伊迄是迄种的外皮啦，伊有做啥cabbage leaves， 就是迄个外壳哟，敢会啥你讲？菜壳，就是无爱迄个物件就对啊。可比讲你去迄个菜市啊嘛，尤其较传统的菜市啊，因咧卖遐个，讲高丽菜，大部分拢是高丽菜，就是有迄，讲一粒内对现场对田里采收了后，啊运送到卖场的时阵，只要经过一届的或者啥检收后，敢会啥嚟讲？第一，对园里采落来，当然先放个好势嘛。毋过伫伊放的时阵，有可能纯的人伊就会甲外壳绑一两叶仔落来。当然先莫绑啦，因为迄坦白讲拢是钱啊，对，拢当中拢有钱嘛。要毋过伫运送的过程，有可能剪削、册、刻伤，也是安那毋知外口迄个有可能就怎歹去还是啥嘛，品质就变无好，所以到小卖、大卖可能敢若看外口有去弄着、讲着、册着无，还是放一个猫入去无，规人还是啥嘛。尤其高丽菜这个物件，随便讲嘛算大起大落。大起大落就是讲有当初一粒可能10块，贵的时有可能一粒150块，就是看迄当时到底成长如何嘛。啊，毋过反正最后迄个外口一言，有可能就是会拆掉嘛，还是放落来嘛，迄就是菜壳啊。啊，伫迄个啥，尤其大菜市啊，人去挂货还是啥，啊伊迄进来就拢等咧路边还是啥嘛，按迄啥清理的还是摒扫，因就是甲遐个菜壳会捡着做一堆啊。所以迄个菜壳伊的英文就是敢若直接讲 cabbage leaves，L-E-A-V-E-S， 就是叶啊嘛。所以就讲啊 ，picking out the leaves of cabbage leaves, potato peelings。所以就是讲，爱去规下晡伫咧顺粪扫桶甲粪扫堆，捡高丽菜甲马铃薯皮。吼，当然我是读马铃薯啦，有人是读马铃薯，啊嘛有人读马铃薯，搁有马铃薯遐，我袂记了，反正就是 TSIR TSU 遐，至少有3-4种口音吧，大概是安尼。好，然后搁有啥？差不多是安尼。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然后迄个鱼豆咱伫咧166个嘛有出现迄个鱼豆即个词嘛，所以芳店外口，因为芳店是名词，外口当然嘛是名词嘛，啊毋过上细分应该是一个做地方还是所在的副词嘛，啊我是会甲伊当做变调变改咧读，我袂甲伊当做一个组合名词，讲芳店外口，我个人我是袂安尼读啦，我是会读芳店外口嘛。因为，所以我就讲即个物件，金马教授讲迄个变调变改，我是还袂看到，我无真拍拼去找啦。就讲
迄个变调变改到底伊的理路，或者是感觉牵涉着每一个人伊的迄个变调习惯，或者是因迄地方变调的理路甲别人无共款，所以，即我嘛无确定讲，芳店外口甲芳店外口，敢讲干那一个对，另外一个毋对，我毋敢讲。总是以我个人的变调，我是会读芳店外口啦。我要找是迄个讲兜一阵一阵的机关庆声，伊迄搭遐是啥物货？伊会记得下晡是啥物货？所以较头前迄句 ，The enormous craze outside bakeries, the intermittent machine gun, intermittent machine gun， 所以 machine gun fire in the distance， 对啊，伊是用 in the distance 嘛，所以就是用远斗啊 ，in the distance。好，毋知咱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是毋是换准伫读？准伫194啊，下骹遐迄段。及职责。我就感觉甲我讲的无啥共，我去查咧吼，讲马铃薯啦，马铃薯。到底内底收的吼，我是讲较趣味的吼，伊有3个字嘛，吼，后壁迄字咱就用厝也是马铃薯，吼，咱这就较简单。啊，头前吼，读马的较侪，读马的较少，啊，干那读马的，干那竹港乡甲台中，中部地区。干那这两个所在啦，但是这是参考啦吼，因为这是到店收的，啊，还有一个较奇卡的吼，就是英文吼，英文读简单，搁另外一个完全无共款的。伊嘛无共啦。对啊，就是讲 potato 这个物件，就是伊算外来种的啊。台湾即马马铃薯是本地应该嘛有吧？我袂记得，因为这个我无较理解，因为这是算啥？是毋是含番薯较嘛无相款吧？我会记的，因为就敢若菜头甲红菜头，伊迄个号做啥？迄个部位敢若嘛意义上敢若嘛无相款啦。只是咱大部分，我可能会摕来对照看嘛。马铃薯甲番薯，啊，然后菜头甲红菜头，要毋过我要讲的是。离我所学到遐生物学的知识，敢若是讲什物？一什么地下球菌，啊，一什么块菌，啊，一什么根菌，那歹势我袂清楚，我毋知影。哦，啊，个就是伊的成分嘛，伊讲番薯就是伊迄个粉浆是咪成分较悬，所以伊会较甜嘛。啊，你若马铃薯，就敢若较无遐甜。啊，所以可能就是伊的身份的关系，还是伊的部位的关系，致使伊对我来讲，我感觉就共款嘛，拢一粒一丸一球伫遐嘛。啊，毋过在因的生物学，还是讲迄个食物的分类，还是定义迄个名称的时候，有可能改，互伊无共的名称嘛。就我拄仔所讲，我毋知就是什么块茎、球茎、什么根茎、什么碗糕茎的。啊，菜头甲红菜头嘛是啊，对吧？红菜头伊是有几多种讲法嘛。日本时代讲人参嘛，我会记人参伊敢写到汉字，就是敢若是写咱讲啥人参还是人松即个，我会记敢是即个字嘛。啊，然后敢若迄个啥，伊的英文敢若佫是啥物 courage 啊，啥物货我袂记得啦。啊，菜头佫另外一个，所以。对我来讲，我会感觉名称敢拢有菜头这两字，啊，是毋是安尼怎影响到我的理解甲我的知识？瞄准因是相款的，啊，毋过我感觉因敢是不离啊无共款，对无？咱讲的菜头一般拢是咧讲白菜头嘛。我目前毋捌听过有人伊咧讲菜头的时阵，讲到后壁，竟然伊是咧讲红菜头，我感觉应该是无可能。除非今仔日以后有人超工要安尼黑白学的。
我毋敢保证。毋过今仔日进前应该是咱大部分人拢分啊足清楚的。若你讲菜头就是白菜头嘛，你做菜头粿，啊什么菜头酥啥啥，这是白菜头。毋过你若红菜头，还是人参，哦，甚至较早你部队的时阵，因开的菜单啊，伊就改写白朴还是白毒，迄字我无确定伊到底想要表达啥。伊写一个足像朴怪的朴，或者是迄那啥，是咪看有一个字的像，反正就是伊就写红的白就对啊啦，啊后壁就写一个朴怪迄个朴安尼，啊就当做红菜头白菜头啦，啊只是咱日常袂特别去强调讲迄是白菜头，因为就是菜头嘛，啊你要分别的时阵才会讲迄是红菜头啊，所以有可能这的食物伊是毋是苏当时的背景专业还是啥，怎有一寡无共的名称、无共的称呼安尼，所以马铃薯这应该嘛是，当然目前台湾遮大部分拢是外来的啦，连迄个啥乌里亚菜，迄嘛是荷兰人来了才来。安尼300-400年啊，歹势，伊也未顺化，伊还阁是算外来种的，所以目前来到台湾遮贩售，毋係几千几百种的遮的物种，不管动物还是食物，伊有诶敢若还未在地化，还未顺化，还未真正伫咧本地，有做啥物规划种吼，规划种，先驯化才规划吧，我袂记。所以乌里亚菜即个。目前敢若还阁是外来种的名称，啊，另外两种食物是合作，我刚才要讲伊的中文名，紫花藿香剂甲藿香剂，一个是开白色的花，一个是开橘色的花，迄敢若嘛是外来种，啊，过来就是两个日本时代日本人引进的，就是咸丰草甲椒禾草，因为讲迄个时阵日本人因为战争嘛，啊，惊物资欠缺，尤其食物欠缺。会产生维他命 C 不足，啊，就一寡疾病，所以就用迄个啥，用回零机载经济伫半空中压落来，所以咸丰草甲椒禾草，迄应该嘛拢算外来种的啊。啊，若请查某有两个班，两种，一个是每一年会打去佮定生，啊，一个是一直生，拢袂断种迄种的，所以迄嘛是属于外来种啊，所以。台湾即个土地真正是各种的生物拢想要直接徛起，这嘛是咱算咱的福气吧？敢会使安尼讲？好，歹势，我讲一个伤济安尼。好，安尼准着你继续读好无？还是你看有啥物想法看？阿爸消息的是，阿母并无表现，阿母并无表现出真意外，嘛无靠谱。也是有某种变化及时发生。阿母敢若彻底无神无父一句啊，一生清楚感受。阿母咧等待一件伊知影一定会发生的代志。伊照常。做一切必要的石头、指甲、洗衫、收补物件，无，这是粗胚，厝啊，甲物件厝好啊，厝倒巾、厝床巾、厝被、厝啊，就是铺平啊。搁要有个人，因桌顶会盖先厝一块布，啊，才放物件，就是厝倒巾还是啥，这个是厝。随便讲是有啥舒服，舒服，敢是这个音我袂记。中文讲舒服嘛，啊，台语就是酥，这是毋是酥啊？我袂记得，反正这应该是厝啦。歹势你继续。吃吧 ，OK， 你会听看吃。清炖迄个清嘛。清饼落台，拢足慢。无加野的动作，不止啊，记忆，那
一线艺术家咧用当人体活动。你字你拢会读哪呢？你敢第一时间就读哪？你讲第一届？那一线艺术家咧用人体活动模型，家己咧振动，伊路过水的身躯，敢若自然特化到静止的状态。伊会坐伫冰床顶，互 Winston 因小无几若点钟无振动，小无才两三号碎粒仔。碎粒子吧？迄个毋是啊？碎粒子高面疼，足严重，面散甲哪够？一半摆阿母阁会甲 Winston 揽条条，足久拢无讲话。Winston 准细汉报自私，嘛有意识到这甲阿母无提起，毋过咧发生的迄件代志有某种关联。好，感谢。我就讲，真正是无好读啦。过来就是我感觉可能就是，咱的读课来可能原来嘛是华语占较大多数的时阵，读到这就是会真硬到安尼。我毋知咱大家啲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最后一句啦吼 ，Winston 准细汉搁自私，迄个准字啊，我感觉算真厉害，我感觉真厉害，因为英语伊是讲 ，He was aware, in spite of his usefulness and selfishness。所以 in spite of 可能是该用做准，这个准的就是，迄边安怎解说？可能去查字书顶一字慢慢看，靠到更较正确，还是更较正确来理解着。因为正像咧讲，囡仔人总是大部分拢无到什物外公正啊，我都替规个家庭去设想，无我拢嘛是先想家己啊。所以理解只就讲 ，Winston 准细汉个自私，嘛有意识到这甲阿母无提起，毋过咧要发生的迄件代志有某种关联嘛。所以这个准字应该若要对照去英文，可能是 in spite of， 大概是安尼。好，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对啊，准讲嘛是所以我就讲，伊常常咧处理的时阵，我就讲伊要家处理甲足斯文语的，因为咱口语上，大部分拢用准讲啦。有迄间我就讲了一个什物物件是，准讲我无大你的血，无嘛大你的背安尼，我就要摕来讲就是会来用即招的啊。准讲我无大你的血，无嘛大你的背安尼。伊迄种足传统的，就是拢会用什物论背无论血，就是上无你嘛安那，意思讲你较纯纯的啥有诶无诶嘛。当然，尤其即马21世纪，搁大多数诶人拢伫咧网络顶悬交插、交陪、交流。准讲迄内底有甲你有亲情关系，若准讲人自愿主动甲你尊称一声，你着鼻仔摸来接受嘛。若准讲无，你要摕这出来共地，我感觉，我个人感觉伤过啥莫名其妙啊。对，毋是讲伫恁兜、伫阮兜倒仔边，逐个坐咧开讲，咱分会出来大细。伫咧网络顶悬，甚至讲一个较无输赢，你敢确定我是真真正正的人，我毋是一个 AI？你敢有即个把握？若准讲无，理论上逐个就是平大的嘛。敢若是平大的，为啥你要摕
摕一个来讲安尼，我就感觉足奇怪啊。所以准讲安怎，这拢是咱口语上较定定去讲的嘛。准讲安怎，准讲 A， 准讲 B， 准讲 C， 啊，毋过伊就是甲伊创较少斯文语的，敢若留一个准。啊，这句前我敢若袂啥所在捌听着过，我袂记起啦。啊，总是我就讲，我足佩服伊的，我足佩服伊的处理，就是这嘛是，这就是其中一个例数安尼。我家己伫我即本是做一个记号啊。好，感谢。安尼，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玉玲是毋是来帮咱读一段吼？虽讲即段无讲介底，啊嘛当做准备要压尾啊。伊搁读落去，搁读甲去大去安尼。玉玲，你家己决定啦，看要读侪读少。虽讲若准讲读2段会超过一啊，吼，即段195页才是规半啊。来，玉玲教你，只是无听到声音，毋知啥物原因，无确定，无开麦啊是安怎，还是无对着，我无确定。迄个 floor 有拖卡，还是拄食迄个免得背，伊的英文是敢若讲厝皮是免得背的嘛，免得里面，免得补填物件。wash cook， 玉玲有对着歹势，无听到声音，毋知啥物原因。大家边爸边嘛来啊，吼，罔听。真正无声音嘞，还是我无听到呢？无听到，还是玉玲无方便。安尼是毋是我着大主大伊搁加读一段？啊，然后咱就准备来压尾安尼。好，来195页中段，祝大家吼。啊，若玉玲有转来要随时接触嘛是 OK 啦，无问题。195页祝大家。伊会记伫因大诶房间所在暗搁翕，差不多一半拢互一顶粗白色床单诶面床顶去。房间内有一个雅士炉喙，甲一个放食物诶架仔。门外楼梯平台有一个土色的粗灰仔水槽，甲真侪房间内会共款，怪怪，就一个粗灰仔水槽，甲真侪房间内共款。伊会记伫因阿母那雕像的身躯压落去假使炉喙头前，咧拿长柄碗内底的物件。伊记上面的是家己时时刻刻拢咧腹肚枵。逐顿饭拢抢甲足凶足过分，伊会一直甲阿母逼问讲是安怎拢无够通食，伊会甲阿母嚷，甲阿母歹。伊即马还阁会记伫伊用拄摕早当大人的奇怪后声来发，伊嘛会用哭用哀来争取坐过伊所应得的分。阿母一向不止甘愿分较济互伊。理所当然认为即个查甫囡仔爱食上济，毋过不管互伊偌济，伊拢要爱搁较济。逐顿阿母会恳求伊莫遐尼自私，爱受着破病的小妹嘛爱食，毋过无效。阿母较互伊的动作，一个停，伊就掠公鸡，伸手去抢阿母手里鼎，的鼎甲汤匙啊。佫会为小妹盘仔来杀，伊知影安尼会枵着阿母甲小妹，毋过伊挡袂牢，伊甚至认为家己有权利安尼做，哪像腹肚底滚甲会枵鸡，就是正当理由。饭堂甲饭堂之间，若是阿母无注意，伊佫不时会去偷摕架仔顶少甲凄惨的欠流。这真正就是。即种描述，伊的时间的年过是1984年嘛。我会记得捌看到的电影，伫咧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寡所在、一寡国家，因的迄个啥，我头前才嘛讲的嘛，讲你行空袭、走空袭、米空袭啥遮的，有遮个动作，当然遐个物质就会受到管制、控制嘛。就敢若现主时的有甲因拿，
敢若拄着战事，你无可能物资物质的供应有法度无底限，只要有钱拢买会着嘛，大概无可能的啊。因为一战就到底，有当阵啊，不哩啊济物件，还是大部分的拢是你准讲有钱嘛，无一定买有嘛。啊，所以即个情景我就会有想到一寡，我怎啊想袂记倒一出电影，可比讲有啦，什么美丽新世界吼，就是迄个什么所在啊，去互德国军占领的时嘛，啊，敢是集中营内底嘛，就是甲查某分开嘛，啊嘛是叫因做是做啥嘛，啊管制物资、管制粮食，人拢管制嘛，所以我就讲伫即段就感觉，伫迄个时代，伫故事所讲迄个状况，因为听起来看起来，1984年的 Winston 可能是头前仔讲了几岁嘛，40几岁哦，较无50岁款，因为甲 Julia 差10几岁嘛。啊，即摆搁咧讲伊囡仔时代嘛，伊个囡仔时代即个时阵看的可能是，可要讲的小学啊10岁左右啊，可能还袂到中高年级，差不多会使较，我猜想，可能小学也袂毕业嘛，要毋过就是可能要我国中，因为讲声音开始要变啊嘛，所以可能小学啊6年，还是国中1年啊，声音可能开始要变嘛，所以考即个年岁才2岁啊嘛，啊所以。等于是1984年 ，Winston 啊，总共40岁的，才2岁可能超30年，差不多1950年代。但是1950年代差不多就是George Orwell 伫写即个小说的迄个时间点，迄个时间点，若准讲是1950年，还是1945至1950年，就是政经毒煞嘛。啊，毋过政经毒煞，各行各业其实就是迄句成语所讲啊，啥？大毁大计还是大兴，百废待举还是百废待兴嘛，对无？因为战后拍甲乱七八糟、密密麻麻，你要起做无遐尼紧啊，对无？要好哪久百变嘛。所以1945年将战了后5年、10年，甚至到15年，社会世界秩序甲环境才渐渐有建立到一个程度嘛。所以差不多是1960年开始，大部分的所在才有比较充足的物资物质嘛。1960年进前，甚至1950年代，可能世界各国拢还阁伫咧困苦过日子。当然好命过人，因我有知条好命过，啊，毋过可能普遍就是大家拢无法好过啊。好，我毋知咱大家恁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即个部分真正我就讲建议去看迄个啥台湾 pick up。当然台湾 pick up 迄个，我感觉是气氛的相像啊。啊，若物资佮阮管制物资即个部分，可能是其他的电影嘛。我真还袂想着，印象中有啥物电影是较接有啦，就是讲迄个美丽新世界，佮有其他，我第差不多第二次世界大战迄种一般人的生活较活紧安尼。好，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咱是毋是先来压尾啊？压尾的部分是准备互你先读，即个日火闪死，压尾。久长雨，久长雨，意义是水，是云，飘荡，最好冰山的下日，气色无地，北海道女性的寒天，是歌紧张流着头一解相浸，是类幽温意着上歹送去，变化无常，满世界煞掠袂着，为某是一场久长雨，落夜落袂离。好，感谢。来，玉玲有在了头无？我即摆已经进入到压尾去啊！日火闪死158啊！伊个口是咧，我现在发觉着，是那亚索咧。无反应哦，毋知啥物原因。三年嘛无去啊，我毋知。好啦，我毋知。我爸比有要读无？好啦，安心自在，自由自在哦。我先读一解。久长雨，
记忆是水，是云飘伫做伙登山的夏日，是雪飞伫北海道旅行的寒天，是汗紧张流伫头一届烧真，是泪油文滴伫上尾摆送行，变化无常，某世界煞抓袂着。规马是一场久长雨，落也落袂离。倒是伊的罗马字，伊迄个，我是读第7条，当然这字敢若嘛有第5条音啦。伊是讲落也落袂离，怪怪的。我真正感觉，我是拢会讲落袂离咧，毋过伊是用离呢，怪怪。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敢有啥物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然后我是读登山，伊讲登山，毋知呢，这有一寡词含我的直觉无啥相款啊哩，我毋知来镇定。有啥物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无？对啊，北袂离啊，对啊，迄是啊，离开的离才是离啊。当然离开的离伊是第5条啊，你头前的变调变第7条啊。毋过伊本身离这字应该是毋是算？敢要算？我无确定离甲离伊的讲啥物文白音，还是啥物？这我抓袂出来，到底是要算腔口差，毋是腔口差，到底要算文白音啥？我毋知影。所以真正是万底深溪，万粒仔袂迄种的。当然，你看伊的中文是讲啥？终究是一场连绵细雨，久久下不尽，就是落袂完啊。落袂完，离甲离敢会是，可要讲动词甲名词，或者是，我著讲要用词性去分，有当中这个台语字词无一定是遐尼简单，或者是用这种咱伫咧读英语日语迄种词性来分析，有法度满足，还是讲会彻的啦？我无确定啦，因为毕竟。汉字这个部分，千百年来，我毋知各位朋友捌去想到过，我是从来毋捌去想到过，是我看到一个美国人咧讲，才回头去想着，会对吼，敢若有影呢？什么意思？伊讲每一个阶段，迄个阶段其实就是逐个帝国嘛，清帝国、明帝国、宋帝国，进前遐不管几千年遐个什么真帝国、东帝国，遐每一个因所管理的时阵。因的用字敢拢一模一样，尤其因的皇帝阁就爱哪叫人拼字，你知哦？皇帝号这个名，然后伫这个朝代也是伫这个帝国，都袂使用这个字，就怎影响到后壁的人的使用嘛？影响到后壁的使用时阵，你阁要表达迄个意思的时阵，你就要去洗弯转角，或者是就敢若1984这个小说所讲的嘛？限制使用，甲伊抬掉，去控制你的想法，控制你的思想。所以，伫因中国这种汉字的使用，是毋是原来嘛算限制，或者是束缚人的思想的一种工具？所以你讲平平共一字，伫咧明帝国所使用的意思，甲清帝国所使用的意思，敢拢一模一样？大概无可能吧？我就讲嘛。目前咱所知捌的时阵，咱所知捌的是，有当初一个字，或者是一个名词，有可能因为无共的专业、无共的阶段、无共的年龄层，甚至有当初查甫查某性别的相差，拢有可能针对共一个字词，竟然有无共款的想法、看法甲解说。过来就是一个词，伊有本身的意思，用久了，伊可能会有产生延伸的意思。或者是啥物表面意思，甲啥物背后的意思嘛。所以，咱较早伫学校读的遐个文言文，你看遐个文言文，大部分拢啥物时阵写，对无？淡仔读啥物《古文观止》，
迄拢是啥物东帝国甲宋帝国所留落来嘛。啊，即两个帝国所使用的文字的意思，敢拢一模一样？可能无哦。啊，当然有当咱一个字，就是我著讲，第一头一届互发明、互写出来，当然是敢若一个意思。抑毋过愈使用、愈看、愈深、愈多的时阵，伊就产生足侪意思的嘛。第即个朝代，第东帝国姓李的做国王做皇帝的时阵，伊可能针对一寡字有真特别的想法看法，也是限制想法看法。抑毋过到宋帝国的时阵，姓赵的，伊的想法敢有可能含姓李的皇帝的想法一模一样？无啊，迄规个。甚至就讲啊，东帝国迄嘛是属于毋是汉人嘛，伊是啥？迄个对，我会记啥？鲜卑还是啥物会嘛？伊就讲迄是号做啥物，反正是说北方的民众嘛。啊，到姓赵的时阵，因就是毋是较活？伊是啥物所在出身？我袂记啦。啊，反正就是迄，若就外观来看，迄人种也是偏目喙。面貌啊，迄拢有相当的精差啊！啊，相当的精差，你讲你会对共一个字词会见解一模一样，足困难的。啊，所以迄个美国人就来讲，对吼，一寡字词拢有一寡精差的。啊，所以汉字汉语有这种演变，台语佫较免讲，对无？按什么八个姓去到福建地区，然后就是甲当地叫做啥？百越族嘛，百越族可能屠杀、摧残、赶逐去别位，敢若留下富人人甲囡仔，啊，然后产生，可否讲咱即马讲的？当然，迄个时阵有啥物闽南语嘛，啊，当然对咱讲是台语啊嘛，啊，只是到目前为止，因遐的中国人就拢最爱用政治来看遐，无毋对，所有一切拢是政治啊。当然，到现主时的咱就是台语，就是台语啊，你也免淡仔。甲我淡仔咧讲东讲西，讲一大堆有诶无啊？我无想要听啊！好，歹势。好，毋知咱台顶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有林啊，嘿，你讲。咱伊毋是第七条，你第七条嘛吼。但是，到这优秀吼，伊佫念做第五条。所以伊是两个条拢会使的对。安尼分别，因为可能离开这个词，对无？离开这个词，伊的字就是变调以后变第七条嘛，就表示讲伊可能本条是第五条吧。我咧猜想。啊，当然高一字的时阵，尤其教典敢拢无咧针对高一字做解说，对无？因为我感觉教典这个部分可能爱佫有进步，还是？佫较去安怎讲说明，也是因为有一寡字词，咱就是有咧讲，咱进前仔讲到做就是业吼，业即字到底嘛讲啥物单字不成词，无义行。台语人有咧讲业啊，迄个囡仔足业的，安就是一句足完整的话，意思嘛真完整啊，太无义行啊，莫名其妙。啊，你讲字甲字即个。你要讲伊是单字不成词无义行，这我个人佫会使接受。啊，毋过伊若要，就是每一字嘛是会使有伊的意思啊。汉语、华语因安尼去使用，迄外国话我管袂着嘛。啊，毋过对咱台语来讲，伊所列出遐的高一字的，我毋相信每一字拢是啥物单字不成词无义行啊。我著讲，敢若月潲即个月字，伊著使单独存在啊。太无义行，意思佫足多咧。你要安怎讲尔啊？啊，其他的字，我真毋相信，伊所列出来遐高一字，敢若月即字是咱台语有咧讲，一定佫有其他的字啊。即现就是我想俗嘛是会使算啊，对无？俗着高一字台语有咧讲啊。啊，你要讲硬要讲哦，啥物俗米无好货，即种俗语，你俗言语才有算，啊俗即字袂使。迄嘛是莫名其妙啊，所以只毋会使讲俗业，即拢是会使单独存在的啊。当然，你要去讲，安怎讲？台语有去互啊，毕竟是流传遮尔久嘛，所以当然有
有迄种或做文言文的影响，啊，拢一字一字讲，对无？去来，对无？这有当中，第一台语就是一字，就是会使表达足侪意思的嘛。我会记迄个啥，因咧讲搬喙语的迄个啥，宋少卿甲迄个人一讲啊，啥物话吧？我会记有一段嘛是咧讲到啥物，伊就咧讲啥闽南语啥，啊，就踮咧对逐个哦。伊当然用因的中国话用华语咧讲嘛，就讲哦，因咧讲闽南语的人哦，拢足感性的啥，紧去坐啊，对啊，啊，这就是在过去有当初啊，是读册人是少数人的权利嘛，啊，伊不管是读到的册、看到的文献是安那，还是口语上就安尼讲啊，所以我就讲嘛，无水准的人，因为看袂出来人的水准，所以直接判定人无水准。啊，毋过对台语内底有足侪迄种不离啊文啊的讲法啦，我就讲紧，get 一句话一字，就直接甲迄个意思拢表达出来啊，无需要讲啊规山片啊。啊，当然，拄则不离头前所讲的，这算咱台语人的一个啥强业还是啥吧？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其他什么想法看法无？安尼，若你无读到吼，安尼是咪准入来帮咱压尾吼，压尾去个压尾。你讲好，歹势。我是头一礼拜听吼，所以我去小去加考一下吼，才发现在台语内底吼，三字数的号吼，结尾真侪，对啊。过分号我是听阮母咧讲的，我毋知各位朋友敢捌听过过分号？迄个甲迄个啥物西北号，还是中文讲啥物午后雷阵号，佫无相款。伊就是一片云扫过，而且一般敢嘛无一定，含时间点无一定直接会牵连啦，下晡都有可能啦。就是一片可要乌云，安尼扫过飞过，伊雨就落落来啊。当然就落雨啦。啊，毋过迄足紧的，可能反正几分钟啊，尔，甚至有当无到1分钟哦。啊，所以过分雨安尼，啊无就是因为你是甲雨放上后壁嘛。我随想到是一条做啥放雨白，雨伫中啊，放雨白，就是敢若啥物？类似敢若日头雨还是啥，嘛是甲过分雨共款啊，我的感觉是共款，就是雄一片云过，啊伊会落雨有伊气象科学上的解释嘛，对无？什么冷空气、热空气相碰啊结合啊，就水滴就滴落来，就变做雨嘛，是安尼嘛。啊，所以过分雨放雨白就是有雨，啊是迄个雨。毋是咱讲的什么西北雨、阵雨、雷阵雨，什么遐，毋是无共款。啊，所以久长雨，这可能就是伊去开课了，就感觉一个安怎讲，可以有一寡想法看法的事安尼。好，安尼准备是帮咱压尾。刷3、5工，用无臭腐，有两雨，大风雨，风大，风雨，雨风，雨透风。感谢俊丽老师甲咱分享吼，这个古人吼。啊，第二我就讲，看一寡字词，简单就是可能日本人用迄种什么写一个15字吼，7字、3字、5字迄种排列法吧，伊迄种海库吼，就讲一个字词，可能看樱桃小丸子，因若讲拢就有当咱就家己踮咧做海句嘛，啊，就是嘛是会使有即种方式去表现啦，所以我嘛是建议各位朋友吼，就敢若俊丽老师拢甲咱分享即个压尾去个压尾安尼。好，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
安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主要咧读的即个1980就暂时先读到遮。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也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悬网读网分享网交流。好，今日读到遮，感谢，谢谢，拜拜，再会。